理都冇用用啊！哎呀，个变法嘛料理，你被我俘虏。哦，哎，长天以后会公天。你要做出让大家觉得哦，再也没好学的哦。对，如果不像的话，干脆就换菜名。就不嘞。真的，你要做该生蚝就按做它太亮，不是做的。没有那么大的啦。还有一种该板豆腐。那会有人问臭豆腐吗？我会出体嘞。出的，我起该鹅啊！哇！你骗人哦！是不是先吃掉啊？冇啦，俺这俺后帮娘的。不可能的吧？去改咸老生蚝是体嘞吧？冇是然后现在来做，你唔会去改中尾板条吧？哦，俺冇办法，俺要做呢，中文名重好。我不喜欢勾勾的感觉。你喜欢妹妹？你好会开玩笑。很捧场。棒酒小胖，好像法式料理蹦就手旁。哎，动抢哎！对哦，这真的是法式吗？我羡慕一下。下酒菜。哦，呢啲係講棒酒啦，下酒啦，它有锋利哦。你是不是想做夏威夷口感呢？对了，不错，答对了。那你要跳草裙舞才有夏威夷风味哦。哎，你錄音架做唔得做硬性感的呀？冇好你嚇到，很強哦。拜托。哦，了解啊，我有驗到。不要他说他演到了，是吗说他聪明，我勉强接受。Hello， 各位電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跟住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歡迎收看《一家之主》，係民族。係裝白橋。今日當翻去過來到桃園嘅啊。係啊，來到桃園度到底係駐衝，也係駐衝。哎，我就唔知啦。哪個主場啊？哎，從來我就要選主場，主場係好選。哎，哦，總共已經喺桃園也到 VM 係10分多嘅客家人。今日也嘅評審現場咩10分厲害哦。先嚟分享到嘅係你阿生之師傅。觀眾朋友大家好，阿子師傅你好，大家都看一下，咱最今日分享到係陸準備陸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阿邊哥。阿邊哥好。接下來咧嚟分享到風吹嘅來自平靜嘅表姊妹嘅邱永基、老別祖子，歡迎。哎呦，感情很好哦。係啊。係啊係啊。哦，大家都看一下，咱最今日分享到係來自平靜嘅表姊妹哦，詹金添老劉金鳳，歡迎兩阿姐。哦，大家好。大家好。哇，看到見到是安歡喜嘅感覺哦。哦，總共呢，佢4年都來自平靜，一定要留平靜嘅好嘅來介紹一下。請問一下鳳翠姐姐，平靜有乜嘅好教好料好食咧？我想介紹一間傳統哦，佢啲嘅老愛木嘅，唔過佢做幾十年咯，當日就年客千多。哦。你無成天會嘅冇好食咯。做乜料理啊？佢做客家菜較多哈。有個客家小炒啊，梅乾扣肉清油麵，韓國清好食咧，太半夜。哦，太半夜。係新年去特別都係太半夜。韓國哦，個調價清好啊，餐後還有甜點，應該客家糍粑。哇！軟濕濕嘅當好食。咁多人用啊，都上我意思。懷舊客家餐。莫怪講吃些咱哦，你啊喊車水馬龍啦。那當初有去過幾間，因為有一個翕過，而且呢，家個地圖還有當到嘅條牌故事還有啲東西，所以又好食，又涵蓋又好看，做新年呢寓教於樂。視覺到味覺饗宴全景。哦，真嘅。不過呢度偏見哦，還有一隻蔬菜做啲推薦大家去搞，係哪道？河床西步道。它的名字就叫河床西步道哦。你政府哦，魚嘅河床西步道本該按市民去認同嘅蔬菜。魚改變認同哦。該為就地景就韓國地景藝術節，韓國就該逐變作為作品。哦，你認同嘅蔬菜。你這麼有藝術氣息，所以你看哦，來到偏見哦，除了就美食咯，哎呀，還有美景，就啲大家以行路啊、散步咁樣。冇唔錯，故說你喺講條擺啊，看唔啲講一個平靜有乜嘅好搞好食咧，可能你節目突然到睇自家手機，天天去行去食就錯嘅哦，馬上就會進行體育館嘅挑戰。料理大屌絲，大家屋卡都有算係自家嘅好美食。兩歲愛啲寒天嘅時間地度，用帶來嘅秘密武器，做出一出最讚到嘅世界料理。到底哪家嘅美食會較上癮呢？一家之主，跳下來大屌絲咯！要到嚟國家呢拿出自家嘅秘密武器來吼，先來看一下風吹帶來啲係乜嘅？
豆腐魚，一豆腐魚都冇咁用啊，送杯呀係嘛嘅？凤梨老香蕉，哦，哎落香蕉，用水果天然发酵。喂，落去今日嘅豆腐魚，太厲害了是吧？韓國呢？冇試過誒。綿，真好食。哦，咪迄種會按用英說去看起來長得富富係嗎？嘿，發酵過咗，哦，那請問一下哪樣嘅變化嘛料理？你被我俘虜。哇，哎，唐太玉好會公開。好啦，我我被你俘虜了啦。那邊名嘅案都當好誒，哎呀，上個檔有想法的創意，好來，好洪翠有信心嗎？耶！加油！好，咱翠哦，咪做得用特別嘅秘密武器，然後大家俘虜哦。好，你看一下，咱翠今日帶來嘅秘密武器按到。不會講。糖講係自家種自家細係嗎？嘿，係馬莎來做嘅。哎，哎呦，安厲害！哦，是認同啊，自家種東西哦。今天拿嚟啊普洱乾吼，我做乜嘅料理咧？不會講卵炒飯。凍小肉內邊度現創哦，切咗來炒盤呢。我覺得有些贏一半的氣勢哦，哈！我看一下，咱翠有信心冇？要。好，聽潮有信心哦。好咯，跟安用嘅發睇下，看以來都準備好勢哈，比賽馬上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，加油！我們第2次。哎呀，我被你俘虜，厲害！兩頭彩名是有7師傅長得都按用 on 呢，很像哦。哎呀，他們會不會該不會認識徐師傅？而且你用果子來到佢發你啊嘅豆腐魚，較少看到。來看啊，來看啊！哎，真緊我都好好小改，你都有個豆腐機耶。豆腐魚，我覺得這個在外面用錢都賣唔到嘞。賣啥做呀？矮粥啊！哦，安厲害耶！你本身係家政版的欣賞安用誒？唔咩？安用安強咯。佢東北做客家料理哦，佢學強哦。係哦。還學網一水這個，這個才是欣賞。真勁哦。嘿。係嘛個欣賞？嘛個嘅。搞客家語。啊，客家欣賞。 1到6年生的學生誒，個幼稚園。很好哦，細年的有唔講，用佢就一天唔會拿未發表睇咧。我就咁樣好教啊。哦。下次菜蠻影響出來嘅。哦，也去煮咯，唔會上誒。哦。啊，這咁講嘅上文問一下吼，係馬上想到做啲用果子啊。 來錄個豆腐雞啊！有去學過那個做菜是嗎？就是我的同學會做這個豆腐乳啊，然後他送我1小罐，很好吃，不敢再跟他要。第2年又送我1小罐，又好好吃。嗰日我就老佢講啊，唔排使老人吐啊，就想講。 門狗嗌做好咧，啊，後生嗌佢家人全部當好食啦。哇！佢意思就是講提3年給冇送你咧。所以你就是被他俘虜的，對不對？對。哦，原來係咁哦。所以等下我都要學太極後，不然都要俘虜。我嗌來俘虜，你知。反正你按樣搞人哋做哦。好。好，誒，你等一下過多陣來哈。哇！韓國嘅都有兩片去做卵炒盤哦。先把蛋炒香。哦。 兩片去做乜嘅？然後撈了先酸燙一下。我現在攞大家講一下哈，該下秘密武器燒嘅係我們的這個普洱乾啊。對。但是除了普洱乾之外哦，基本還有另外一套哈，也是算是秘密武器，係嘛嘅？布拉魚。普洱哦。文仔魚。為什麼這個算是你們的秘密武器啊？因為加了生落去哈，可以有鈣的成分，而且炒出來飯也不會那麼單調。做乜嘅我要用小蓋，因為哈，剛才網絡節目之前哦，他們給他準備要用蛇丸那樣，而且就總的哦，全部都不給落去。他講說他們家炒飯啊，跟普洱啊，就是很重要，跟米的比例差不多係1比1的哦。哇！凍豆子炒嘅啦，我太誇張了啦。凍豆啦，真嘅媽媽煮嘅飯裝有安尼啦。但係個普洱乾啊，愛切嘛，也係用切入一啲一啲。普洱乾咪叫唔可以切，因為切嗰個要嗬，我看唔出解普洱乾。啊，這個普洱乾哦，樣板做出來啊，我洗結球啊。講洗結球嗬，看熱頭，熱頭會大嗬，就洗2日就照粉咧。係熱頭會冇大嗬，愛3日。呢都要計卵炒盤嗬，等下卵炒好之後，肯去做乜嘅麼？炒香了之後哈，就撈一聲送盤送起來，接點落炒普洱乾到文仔魚。熱烘啊，用炒哦。對。
冇呢全部落炒吼，跟切面線落落嘅卵吼，炒為調燥乾。哦，冇色。為調泡啊。所以撈起先撈起來。可是俺想吼，因为拿出一个蛋炒饭呐，所以个同家常的料理拿出来比赛，一定有给它结扣到了。刚刚就发现到，给它个卵啊炒到冻浆。真给个，等一下应该会让我感觉中哎，有一堆一堆的小黄金块剪出来，很漂亮。你说他们那个蛋啊，对，炒到冻抢风金嘛哈。对。他们今天就是双金组合嘞。哦，真的。金添阿姐到金凤阿姐呢。哦，真给呢。但是金凤一摸拿到挑命哦，哦哟，动口舌哦。哇，有备而来哦。尽量啦哦。得奖感言，先准备好了。好，今日就先繼續加油，等下都再來哦。好，痛好些啊！痛過，香菇係哪裡痛哦？因為香菇會有個長長的米頭啊，香菇老木耳會有個長長的米頭，就先通過，不用鹽老油。哦，啊，改片嘅牛咧，家下你咪都要滷埋嘅東西啊？太白粉。胡椒粉、鹽巴、酒。當時我看到嘅豆腐兒嘅真面目，看到佢係筋都帶下嚟呢。係啊，而且地就好咧。這個餃嘅需要有加米酒嗎？唔是。哦，可以下，可以下。佢做豆腐兒家就有攞酒誒。香嗎？哦，啊，特別譬如那種米頭就像係什麼誒？其實你下撈一百嘅豆腐兒皮出來冇買窮咯。我光聞就被俘虜咧。它還有一點點的甜味。哦，比主姐下一拜真勁哦，我嚟搞你娘做誒。好。對啊，溫難嘛。唔會啦。豆腐沒有加篩嗎？麥片呢？麥片愛篩吧。有人專門篩好誒。專門篩好誒，你就按照那個秘密的比例，然後給จิ้就好誒，係嘛？啊，狗子我有現做埋個處理嗎？譬如講姜椒啊。黃梨姜椒就切細細地就好誒。啊，攞酒攞糖。落去就豆腐也要洗過，要用開水燙過。豆腐啊。我覺得你要不要拍一個 YouTube 影片？對啊，你要做出讓大家覺得哦，再也沒好學的哦。對，如果不像的話，乾脆就換菜名。係啊，就不嘞。真的，你要做該生蠔啊，就做下太亮咁樣做的。沒有那麼大的啦。還有一種該板豆腐。那會有人問臭豆腐？我會出體咧。出體，磨豉嘅蚵啊。我覺得這個大家會想學呢。哦。因為下小款都那種下甜嘅豆腐魚。這個算甜的嘛？我有介紹講人哋豆腐魚嗬，很多東方奶酪啊。哦。炒。不用咁樣嗬。哦，炒到半熟。你下蒜頭哦。很爆骨的先落去哈。葱白。剛下盲講到，比如講你本來條路係嘛嘅，本身條路係嘛？當叫冇做嘛嘅條路誒。哦，咁就貴婦。翻本老公是奶也是孫誒是。你做阿婆誒？兩個孫誒。看唔出來誒，比如講真係當厲害誒。我哋一下幸福嘅啦。呀，幸福。個土孫後來就土孫嘅啊。啊，燒肉阿姐咧？哦，我沒有兩個孫五咯。還幸福哦。因為個豆腐魚要鹹嗬，所以愛鹽就冇變多。一些些就好誒，迫不及待要生養豆腐魚誒。因為你阿本來咪係甜嘅嘛，所以唔是另外加湯係嘛？唔是加湯，是按到鹽。因為我們有一個師傅豆腐魚凍好加湯，應該一般來講都會配一點啦哈。會啦，真係平啲啦。按你哋啊，要冰落去之後，可以做嘛嘅嗎？豆腐魚啊，我發爆咗落落去。咩武器又落去咯？哇！所以等下炒就好了啊。好，我過去看攬水咯。好，加油加油！哇！你5步嗰個香味先出來咧，睇下，呢個開始炒盤咯。哦，撩動到呢。我為家下講緊5步嗰個倒掉啦。冇用倒掉嘅，看到個飯嗬，按齋啊。哦。嚴鳳姐，你等下我炒到嘅飯碟要跳舞哦。會嗎？啊，炒起來飯要清醬哦。係啊，我用有乜結構嘛？油啊，不用冇燙手。炒飯嗬，迄油不用燙手嗬，炒個飯要撲撲。哦，有啦。啊，等下嘅炒盤還有另外上色嗎？譬如講加一啲調酒落去，色香味俱全啊。cái飯炒起來又唔話拍牆。
啊，豆腐卡炒盘吼，除了加五布啊，然后普洱干啊，还有哪个其他的变法吗？鲑鱼炒饭也很好吃，我也炒过乌鱼子蛋炒饭也很好吃。来，看一下我们金田姐完成的这块菜。董力和金妹都很专注做这件事情。系啊，真紧做董好。家下同抢发菜嘅时节咯，係咪要用油？有，韓國用點鹽。半幾下就梅啊，吼。錯。然後炒飯吼，慢慢炒到香香。咁問下師傅哦，從呢兩餐炒盤嘅時節咯。會不會有什麼特別的那木產嘅技巧啊？係嘛嘅其他嘅技巧做啲教大家？通常就會用嘅鐵木嘅啦，因為炒完用嘅鍋氣會較重，用嘅炒嘅溫度會較高樣，炒起來嘅飯會跳舞樣。其實最主要係要注意佢嘅溫度，火嘅要燒咁樣香，燒咁樣香。那一定要用啦。好咯，家用嘅話咩差唔多誒，自己咩差唔多誒，快啲倒數咯，好，現場馬上倒數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，馬上就要試看那第一關地圖，哪部卡卡站到咧？兩部卡呢都拿出佢嘅秘密武器來，先來試試看那風吹嘅，來大家開始來品嘗看看。好，一個你被我俘虜。我被你俘虜。跟食起都有，因為家下完全冇加糖，大家要看到，不過啲食起都係甜甜嘅。重點係佢完全保證咗你所有嘅食材，裏頭有加凍魚。用水果去煎咩啊嘅豆腐魚吼，特別有嗰種甜鹽果子嘅香味道呀。豆腐魚很鹹很好食咯，很鹹很好吃。你會做麼？我唔曉，有咩佢會送啊？他會送你的。他都冇會送啊。哦，清好清好。今天非常好食咯，來問一下咱厝嘅阿姐哦，金鳳阿姐，你知道幾多做嘅？這個我被你俘虜，你被我俘虜，好食嗎？好食，有那個豆腐乳的香氣。啊，金甜阿姐，你覺得這個有比你甜嗎？有啊，當好食，嘅煮樣好處理到真好，安食到唔會講凍硬，安脆的唔會安真好食。你下換做是我哋嘅即普洱乾亂炒盤。來試試看下咯。東小食過用普洱乾來炒嘅盤呢？嗱，食到普洱乾呢，然後要即叫夾咩？係哦。我哋五步嘅叫我炒，五步嘅真要夾盤，特別香。因為盤料係下 QQ 嘅。所以食到嘅普洱乾嘅時節哦，我感覺嘅口感哦，凍好，韓國嘅五布哦，緊緊凍着緊，增加香度，這個元素非常好。我今日第一擺食到普洱乾炒飯。哦，我未吃第一擺食到哦，因為我未會使哦，專門做鋪排骨湯啊，冇做那個炒薑絲哈，用啲肉絲落去，唔是食過安樣嘅。他白做，因為做安樣炒。你做安樣做吼？對。應該炒盤都未做啲搭配幾條嘅菜。誒，嘟嘟好，好。嘟嘟愛淡淡，加鹹鹹，還用涼沙搭配起來就很夠味。彼此俘虜。對。不過等下師傅嘅樣板都結停咧，等下上來看哦。緊張嘅時間馬上就要到了，現在搶你嘅生子師傅搶本分數。好，耶！恭喜！大家都看一下阿並購搶本分數。咩係風吹？用袂安這是師傅搶公平。哦，我會本分推啊，係豆腐乳啊，有撈鳳梨、鳳梨，還有個香蕉。一個發酵嘅部分啊，可以撈這個豬肉給它軟化的一個作用。但是大家嘅想法是非常的棒，還有個梅頭啦，都處理得個當好。啊，藍腿料較大眾嘅地方係有會乾啊。有一種炒過嘅方式，開會較香，胡辣魚嘅味道就蓋過普洱乾，較大眾嘅地方係咁樣。哦，比例做咧咋個挑戰一下啦？阿邊個你嘅想法係嘛？其實你想法咯，甚至師傅強調啊，因為呢一片叫做搭配嘅，即係材料們，因為你嘅秘密武器嘛，最主要係普洱乾，電到你嘅個胡辣魚用到輕過啲。其實你就炒嘅時嘅普洱乾，個時節向下係白香，要白香過嘅時節。순사 가에 시에서做得用到調油，胡椒粉調油先煮下，因為普洱乾嘅味道好淡，先不嘅用到調油下嘢，即要做到個調油嘅味道
长去炒，叫会紧炒紧香了因。嘿，你平时为个梅头像表现到以后又有动嫩了因。嘿，怕啦，系国家的梅事啊，因为而家下就有讲豆腐卡学东西嘅，需要是下探啦吼，所以没关系，等一下还有体育馆的比赛。唔错，因为呢，三下来呢，太巧了，向下学习，唔是紧张，唔是说比赛紧张的吼。可以看今日的生之师傅带来乜嘅料理要搞太起咖喱，实在好料理。遇到的生之师傅带来一个好料理嘅，请问菜苗都乜嘅？面线。面线。不要是欧诶。但是我今天会做该摘该蚵我不喜欢。所以没有蚵诶，只有蚵诶好，可以吗？冇，就蚵太粒该蚵。真嘅蚵诶。用板做挨来讲。好。切菜啦。食材迄该板豆腐。哪里做蚵哦？嘿，做蚵。然后就该海苔，还有面线。就该用该挑食。还有这个红葱酥、酸条、荸荠，还有乌醋啊这些料，来做料个蚵诶。不过基本嘅粉用蛮多啊。番薯粉。番薯粉，还有该面粉，还有太白粉。就分料该板豆腐，那板豆腐可以炸水，都应该水分炸出来。有吃过蚵仔面线吧？有吧？有。所以大家对个蚵仔面线还有印象呢。你要做出让大家觉得再也没好学的哦。对，不如如果不像的话，干脆就换菜名。哎呀，就不嘞。真的。你没有让我们失望的啦。不过做嘛个会变海苔啊？本期就该海味啦，因为一般该蚵诶，你是认真在回答我。真紧啊，因为那个海苔就该好，也该美啊。有个鲜味，就不给捞啲。什么美肉是用惯啦，因为好像偶尔肉都有富富的素材。老街胡椒，还有酱，真简单用挑夫，还有个海苔就做得，还有个用油。其实摘菜吼，当主创给它挑梅，调味很重要。面粉，不用搅啊。其他的粉怎么得咯？等下会用炸嘅，会用个地瓜粉。还有个太白粉。哎呀，就溜溜的听听。还有这个荸荠。为什么要用荸荠？本期就该口感。切个口感，就口感个生活好吃的。我是因为基本嘅吼系现做嘅，像我就喜欢吃那种下太扎、下太俩嘅那种生蚝，那种大小走出来。我们现在讲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。不能在那个往那个方向去想。怕你等下会落差太大。失望太大。没啦，某跟我赌席啊。还有就本期用一点点，哎呦，就轻松个蚵仔的。肉长哦。其实莫认真看，真正肉长，因为该地位都有乌色的海苔啊。你要做个生蚝啊，就做下太料，不用做的。没有那么大的啦。你不美莫安排。就啦，应该就是。因为要做蚵仔面线。轻松蚵仔蚵上面有个乌色个，就轻松那样的。加个内部，太起个姐姐看到短音整呢。我是大白吼，实在是摘的东西，全系差唔多强用嘅，或者豆子都有变化啦。就清净种啦。对啊。蛋白质啊。豆腐啊，cái乱拍就合果。永远不会焖用个嫩豆腐做得嘛，做唔得，应该水分挺多嘞。水分挺多嘞，用个板豆腐。会有人问臭豆腐吗？臭豆腐有做得就啦。你当初我会出体嘞。出体，我饲个蚵啊。你要食太了解冇？马上会去太了解。唔是安排。就像日本嗰種熱料天冷口啊。等一下我會做一個醬，用調絲來做，油溫本期拉過180。哎呦，用這個豆腐來做個蚵仔很有加油點，剛剛沒有講到，就會因為變色。會油點啊！大白眼是許聰買個生蠔哦，結果鋪過去後變個蚵仔嘞，好生氣咯！哇！你騙人哦！是不是先吃掉啊？冇啦，我今天係荷包娘嘅。不可能的吧？棒酒小胖，好像法式料理棒酒小胖。冻酱哎！对，这真的是法式吗？我羡慕一下。下酒菜。哦，今日係講棒酒啦，下酒啦，酒吧啦。
面线啊，最重要就是那个蒜香味，蒜味。是要做蒜泥吗？蒜就是那种永远用该挑食啊，做该就是用该挑就该种。但我有发现一件事，因为根本你会做系偶尔面线嘛，你的面线会挺少吗？你看面线迄通锅，本去炸到酥酥，还用湿豆就脆该口感，有应该含就该酱汁。改良过嘞。我是做该创意该。看到生之死不真景黑一直不断在进化，而且它进化速度是神速。哎呀，这个也炸鸡球啊，本去炸到金黄鲜水对不对？还用撕开来这样就个口感。哦，肉落去，酸头，然后本去爆香。好，你还会做酱系吗？嘿，做酱。酸头会切揪哦，用个香味啊，这样会出来较咸。我想要请问先生哈。但实在人嘅模式蒜头咪要用乜嘅嚟？用姜麻，用姜麻就做得，用姜麻。姜要用切碎片啊，还有挑丝。哦，挑丝咯。本期就该客家跟元素进来。挑丝。哦，真的客家味出来的呢。香哦。哇，有水，挑丝炒过个香味，当会出来哦。好，还有捞出来烫。汤甜嘛，两杯甜咸啦，老师来烫。如果觉得这个不够甜，也可以加精甜。精甜，精滴哦。这个是什么？胡椒粉，还有香油。哦，还有该油葱酥。油葱。看到你一片很不有多嘛个酱。真的哦，酱料是精髓耶，不很简单。太白粉。那比有一些甜椒对吗？本期勾芡一下。哦，好，勾芡。哇，薄芡哦。等一下吃的这个酱，它才会扒附在上面，才会你被我俘虏啦。对。这是辣椒是吗？嘿，辣油，等一下会摆盘该。辣椒拿来摆盘哦。嘿。哦。哎呦，就已经颇多安酱哦。哦，也是蚵仔酥啊，还有面线。哦，面线没那一波。面线会炸过。哦。炸面线嘅细节用下技巧嘛？温度要注意啊。係咪一下就好咧？一下就好咧。含迄我本给通锅，我直接生了下去烫，直接炸会看硬啊。哦。那个盘呢？哇！你骗人哦！哦，你是不是先吃掉啊？我啦，我这我好帮人嘅。不可能的吧？强啊！你应该黑去甲鲜老生蚝是特的吧？我是特的。来做。我想用看到生蚝考你一下，假使了生蚝哦，到底加温哦，会变做嘛个？来，请猜题。温生蚝吗？好懂哦。不好笑，各位。不好笑，太简单了。养买的，那个动作系玩系吗？嘿。本去冰到低度，好厉害哦！因为你是来自于花莲的客家人哦，这个石头是在花莲的海边带回来。我去买嘅。这个做嘛个爸爸？按用本去冰到上面啊，本去就该脆嘅。哦，原来很美耶！你蚵仔面线哦，在面线店都会变做配角嘞。真的啊，你那个沙条应该是不能吃的吧？沙条做唔得，不是，用颜色王，不是什么黑炭哦。啊，合个没做唔得嘛，那个卡嘅做唔得，很僵哦吼。对哦，冇想到面线和做在破过之后，店都咧点缀。哇，这最厉害就真给你看给他摆盘，那个还不用到一盘低度就看唔出来你会感觉，这马上就加值了。辣椒系哪外有变哦？一丝丝的就好了。哦，本地哈就叫风色了，嘿，还有葱花，很特别。哇，冻响进去，好厉害！你害我好想改吃素哦。好的，做得嘞。真嘅，好，等一下本太看一下，哇，我面线，哎呀，就好食咯。
哇，真嘅要開眼練眼嘅，冇想到學嘅呢，咩做到用仔嘅方式來表現，來試試看啊！而且口感真的有種學嘅，那種爆漿的感覺，當然錯，講到重點咧，因為凍刺嘅偶爾哦，是落嘅水之後，咬下嘅水之後，佢會爆汁。你有咩味咧？沒錯，而且吼，呀豆腐嘅口感真嘅老學嘅，貴上強過呀嘅醬料當好食。韓國因為就加海苔啦，所以我覺得那個鮮度沒有。外酥內軟，真是當槍學嘅。啊，韓爺爺做去天天做飯，媽媽。啊，感覺等下搬回收轉去。要回收啊！要回收，做在哪裡做擺盤啊？哦，我做咧唔是傳統式的樣哦，高檔菜了。凍香哦，我袂凍素，凍好食。那凍素的部分我感謝陸師傅，哦，謝謝。好多意好，對不對？啊，今天阿姐你取到咧？對，實在應來講吼，營養就辣，按個鐵醬芝麻調到凍好，咁樣意好食。誒，你咪就講到重點嘛，因為對阿居師傅來講哦，實在唔係一個氣勢呐，係另外一種享受，對不對？阿陸師傅，你覺得自己炸得如何？我都凍好啦。師傅哦，用你嘅想法去變化哦，其實咪係像嗰啲用你嘅頭絲煮咧豆腐嘅呢個味道，感覺配落吼，已經搭配到凍好。有好起來哦，南白就問做本也不看人試試看呐。唔過你頭前吼係風吹得到2分哦，馬上來進行最杯米館嘅挑戰。把邊料理網，2歲愛喺寒天嘅時間地度，用指定嘅食材變化出無窮樣嘅料理。亞冠唔但將係比面試，沒有比創意哦。到底愛翠真係正經嘅把邊料理網，一家之主，你誰來上菜了？哇！到底對入嘅百寶箱地圖有邊乜嘅食材咧？好，今日打開了俾大家看一下。哦，今本嘅指定嘅食材就係吐司邊。我第一排看到哎。哎呀，你好什麼？這個是直接丟掉的部分吧？可是我很愛吃，我都不切邊，而且在花蓮還有一個名產，專門就做吐司邊的。你要覺得悶機咧？奶油酥條，對不對？拿來泡果還撒糖。哦，佢凍好食的。哎呀，不過根本有那倆食材哦。做乜嘅變化咧？要從本經丟公車咧，丟掉的部分嗎？其實未做得混亂係煎啊，因為已經好嘅好感覺好硬嘅感覺，所以混掉軟係煎些，嘅電到冇被要包覆一層軟的，就會變軟軟的樣子。不用亂窮下，阿你咧？我覺得我會把它切成一小丁一小丁，然後放在酥皮濃湯裡面，好沒有創意哦。咁我凍好食。就是它不一定要是主角啊，所以大家做啲上款哦，用吐司邊哦，唔會打鬆啦，就係零剩食啦，哈，全部利用到應用版來處理嚟做，應用版來變化咧。唔錯，故實大家聽下來上看下哦，等下未來看下2歲語文用嚟發揮，馬上來進行最杯米館的挑戰。觀眾朋友，你要對上次來冇？到底係吐司邊，你們做乜變化呢？請問一下風吹帶來料理都乜名誒？鳳椒小胖，鳳椒小胖有一種好像法式料理鳳椒小胖，凍醬誒，對，有一點像哦，等於口音我會挑緊呀。哦，鳳椒小胖有信心冇？有，加油！你應該有錢要嘅法規嘅腔調咧。哦，來談看一下，咱最近要拿來吐司邊做乜嘅菜名咧？吐司邊披薩，你幾針對喎？拿來做披薩哦，好，咪係異國嘅料理咯。咱隨住信心冇？要。好，因為等下前邊會加油嚟，加下摸得到分數哦。加油加油！比賽馬上倒數，3、2、1，搶開始。我對開始咧，阿姐。其實不好發揮耶，我的最好方法就是留給切夾蹦定吐司食落去。做乜該愛切邊呢？冇切的哈，但是有些小朋友緊緊唔好食該邊邊呢。邊邊超好吃的。哎，大白色吐司都是最杯米一片。那我們是好朋友，我吃中間。嘅係馬卵係冇？哦，切到一細塊咧啊！佢唔係講係法國嘅料理，還有馬卵哦。是真的是法式嗎？我再問一下。下酒菜。我記得係講鳳椒啦，下酒啦，鳳椒，你講鳳椒鳳叉都冇。你拿鳳椒嘅啦，我再去先問。鳳椒小胖。哦。哎呀，係咪有一些全部影頭啊？等一下你就知啊。哦，啊，給飯頭嘛，你切炒呀喏？炒案不炒誒。
七家炒的饭条。哎，来，也听我看一下。鸡血厉害吗？做对了。看感觉底下做的。我拢爱吃枪枪哦。它有尬酱没有？好好吃哦。好香哦。再问一个更难的，老师呀，唔会去甲中的饭条吧？哦，我冇办法，我要做咧，做我面创下。面创下空前就好诶。哦吼。该馬卵係咪要先燙過呀？係嘛嘅？要燙過咧。那個那地板度定天呢？又係乜嘅油啊？又係奶油。用奶油來標哦。較香。當時有看到棒韭菜係用奶油誒。啊，做乜嘅貼片先用係奶油啊？因為我創會做哈，吐司邊咧條條吼打爽啊，我就會用炒嘅蹄條啊、小魚乾啊，乜嘅都做一餐嘛哈。啊，成日都係幫下午茶。哇，好棒哦！所以你的下午茶咩係棒酒呀？沒有，當然做唔到食棒牛奶啦，誒，棒牛奶。你見泡茶哦，唔過佢就做西式嘅，當淡咩，有點澀都好。啊，你太熱就做飲茶。哦，我說生日你咪會叫阿叔。會喲，以前好食啊，叫好香哦，啊，不好咧當好食。哇，太熱這次都做叫阿叔的料理哦。當你動作下午茶，哎，從小就動我幸福嘅。對啊，因為我孫女很喜歡喝下午茶。哦，我睇你以後做貴婦咧。大小姐。好，等下過到再來啊，哈，加油！哇，染窗係嗎？哎，那邊是年輪嗎？這個是迷宮吧？對啊。那從哪邊進去？都好。這邊好不好？啊，死路了。很有風力哦，你是不是想做夏威夷口感呢？對了，沒錯，答對了。啊，你要跳草裙舞才有夏威夷風味哦。哎，你錄音架做，唔得做安性感的呀，無好你嚇到。我們吃披薩的時候最在意每一片配咩都有哪位料。對。哦，跟鹽蟲的部分，有點太群聚了。太群聚哦。很強哦。拜託。哦，了解啊，各位有煙刀。不要再說他煙刀了，說他聰明我勉強接受。那邊是年輪嗎？這個是迷宮吧？對啊。那從哪邊進去？都好。這邊好不好？啊，死路了。你那邊有沒有開火啊？做嘛？沒有。沒有。我們要等到所有配料擺好之後，再開火，再打蛋下去。錯，因為我走披薩啦。因為你如果先開火的話，一下那個東西就半熟半焦了。個披薩嘅體積擺寬度，它下擺係這樣，就是又按到孔洞誒。等下打個蛋汁，用淋落去，嘿，把蛋給它填滿嘞。哦。按轉快火，細火會煮。要亂着用倒落去以後，它不會有些高的，有些低的。蛋液因為滲透下去啊，會讓它填滿啲嘅空間。啊，你一片個看到很有風力哦。哎，你是不是想做夏威夷口感呢？對了，沒錯，答對了。啊，你要跳草裙舞才有夏威夷風味哦。哎，你錄音架做唔得做安性感的呀，無好你嚇到。可是我說到披薩應該我有 cheese 啊。哎喏，cheese 見不見麼？冇，因為我想說。直接用蛋液來做，因為起司我怕會那種，我不喜歡勾勾的感覺。哦，你喜歡妹妹？你好會開玩笑。很捧場。一冇開封哦。我啲罐頭嘅，我講佢哋會燒焦。啊，講我做嘅。佢哋係熟嘅。哦，染蔥係熟嘅。先蒸熟來。你們的染蔥就特別鮮過係嗎？口味啊係嗎？蒜頭口味。蒜味的，魔鬼愛用。那有風力也擺上去啊？對，因為我們等下是一鍋一體成型的，就是鍋蓋下去燜到熟就起鍋了。哦，不另外放的。我們吃披薩的時候最在意每一片配咩都有哪位料。對。哦，跟鹽蟲的部分，有點太那個群聚了。太群聚哦。部署吼1.5公尺嘅打糕機都會有色的多。好，我們等下再過來，等下過來。哦。哇，你跳舞咧？對耶，跳舞。你怎麼會緊跳？你心千頭啊！哦。哇。你還會做乜嘅？沒有變，一樣變。哎，我覺得啊，老亞吐司邊做黑下酒菜是很有創意的。一般上講的棒韭菜啊，較多係一個台式料理啊。係啊。
因为个吐司边哦，冻起来用来系西式啊，做甜盖下肚。对。我记得看起来有做咸盖，算是蛮大的挑战。嗯，热烘，天天在表。哎，香港咪香。现在大融合。啊，用下来哦，个吐司边经过系水木长落下去啦吼。哎，冇是基本原题啦吼。哎，昆虫很强哦。拜托。哦，了解过有烟刀。 不要再说他演到了，说他聪明，我勉强接受。哎，你有力网对不对？你要力网，我们有，莫是有琼珠哦。我。你在问的时候，你已经用完了。哎，对啊。啊，这里要买个粉，太白粉，3粉比较酥，比较脆，哦，还香啊。好，哎，你等下多多进来哈。哦。先勾一看一看。你一讲我就手抖了。好，你唔会讲咧？唔会讲咧。哇！哇！哎，今天就抢披萨呢。哎，好漂亮哦！哎，好燃燃呢，好慢慢呢。哦，哎呀，压力会耶！我刚才没想到这周段后哎。没有。吃落的2块小香肠。那刚好得落去啊。好，给你。嗯，你懂我。蒜味的香肠还冻火血。今日正批给嘛该中料啊？甜辣酱。甜辣酱。等下会淋上去啊。我时间有麸蛋糕面。啊。狗麸啊。 我觉得这个很有创意耶！大白哦，俺去该披萨店哦，点披萨的需求，我都不点夏威夷地种啊，该吗？太便宜，因为穷人爱吃价钱，绝对不点便宜的。你的想法我一定了解。因为其实凤梨到该火腿林啊，所以大家以后会买本张伯坚夏威夷披萨，记得买较贵的，我记住买的。错，就安用。啊，哎，你聊下昨天打开了看一下，都哪一哦，跟前途差不多会好嘞。差不多会好嘞。你该不会等一下它会扁面吧？冇扁面。嗯，那就好。哎，所以我必须一次就熟成。好，等一下将拎上去哦，是100分的哈。没有，还等一下我看完整能够出盘。这样子。我考验你哦。哦。 好，加油！哇，哎呀，很香哦！就有炖皮后嘛啊，不然笨重。我们本身身体里面就有酒精含量了。你睇下蹦酒嘅菜吼，係用哪片來嘅想法啊？因為啊，小朋友老公當好食酒。哦，當係咪是辣辣的小魚乾，摸着鐵頭面。加油，差唔多誒，哎，你就來倒數咯。好，加油！好。 現場馬上倒數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！馬上出來吃看那最杯米館擁有嘅吐司邊編出來的料理，哪一組較讚到咧？從小到大，布卡迪都要給吐司邊哦，從接上你就可能了解每嘢東大上做變化出按針對嘅料理耶。先對風吹叫下來吃看呐，棒韭菜哦。咱先蛋想學個吐司邊，佢本來嘅梅是哦，只有胡椒，還有個辣梅凍好食。最主要我連飯條都吃炒的哦。這個吐司邊啊，用冷愛拿出來，我用個奶油來炒過。 古所講呢，還可以保留嘅麵粉然後奶油嘅香氣當蘸料。係啊，冇怪吼，咬嘅時間話勁咬勁香，真勁凍好食。這個會促使人喝太多杯。這個就像我啉酒的啦。真嘅呢？啊，你款먹酒嘛？哇，病的哦，我病的。放飯咩做對呢？當炒飯。飯咩做對？當炒飯，所以嘛炒飯愛挑加放酒。 這樣愛挑加嘛，當好食酒。係啊，另一個嘅吐司邊看做啲用愛用嘅，用吐。對，食酒食吐司邊落去又會飽，啊食酒就唔會講會做空。係啊，啲味道因為加食材非常澎湃，所以個口感嘅層次咪凍多。你一下完全係冷水做嘅披薩吐司，個順烘嘅醬味去溫度哦。好讚哦！誒，真嘅做按用做誒，而口感咪變到凍蘸到。 本身吐司邊你會看硬，如果而家嘅蛋汁乾有吸過，變軟化了。跟外邊賣嘅吐司就係按用嘅口感，好吃。那個麵粉感係完全強溶嘅東西耶，凍好食。新年的英國仲好食咧，結合得很好。也差不多懂吼，各位又煮的功夫又厲害吼。對，2個字，佩服。佩服。你對按照那時間做周亂樣哈，不輸披薩店那個買的，而且這吃得很健康。 我有4個字，非常佩服。
谢谢。因为吐司边佢本身就係麵粉做嘅東西，所以哪裡肯係做麵粉嘅披薩皮，係凍好嘅想法。好，唔該，等下就來評分哦。緊張嘅時間馬上就到位，先嚟搶生之師傅搶本分數。哇，3吹1分咯！恭喜恭喜！阿邊個搶本分數？咩冷吹對轉來咧？逆轉勝呢？哎呦，生之師傅搶公平。兩隊嘅菜色就董好先，那個不管是色啊還是香都非常棒。啊，我要本藍隊呢，嘿，一個做法，懂新潮。喺我冇看過嘅方式去做，還有嘅例如撈嘅卵啊，有剪嘅哦，非常嘅香，當好先。阿邊個應該公平？一道去做你係百變嘅，你係方式哦，變化，好加粉啊！底下嘅卵嘟嘟煎到擦擦香梅出來，蛋糕用黑熟嘅，像滑蛋油起司你係做感覺。即係講你一道係講棒酒啦，講棒酒可能是會味道好，但係我沖一點點，我就係含有個比例上嘅問題，因為今年含係。吐司邊係主角啦，所以不給หั่好豆掉吐司邊，其他係配角子，所以好少一點點樣因，好佢咪凍好食啦。啊，認為記得嘅酒醬係足夠咧，因為今日冇酒。好，今日比賽呢，其實有一些緊張哦，馬上就來頒獎咧。耶！經過一場10分刺激嘅一個比賽過後啊，兩組就會得到2分，恭喜兩組都係大頭名，仲有恭喜風吹得到1500元嘅加菜機，恭喜！耶！來看嗬，真經不得了嘅冷水嗬，要對轉來嗬，你就得到2500票嘅加菜機。哦，那真的很厲害。哦，現在可以係風吹必主記吼，嗱，大家分享一下你拜參加嘅心得。我第一擺參加6樣吼，當緊張。感謝製作單位哈，本來也機會，各位就自家都不開，又再加強再學習也吹怎樣來做，學到也南吹嘅有2位姐姐哈，佢做一個披薩，還學到誒再去做本順誒，是做本不看顏色，收穫良多，謝謝。恭喜！朱勇老師，大家分享一下。同樣，當歡喜，沒想到的可以體驗這種經驗哈，當難得。所以看到別人做嘅菜哈，有咩按出色哈，然之後學到啊，當歡喜，神蒙大家。恭喜！好，查個攞訪問一下哈，基本要最甜嘅檢甜下啫哈，基本要參加就買感想嗎？我當歡喜，學到些是當好當歡喜嘅事情。下禮拜有機會哈，希望大家做得來參加。因為真經係最好嘅公關公司咧，繞場大家強下來啊！哦，咁就挺愛哦。好，恭喜恭喜！大家都問一下吼，金鳳阿姐吼，根本嘅非常歡喜做啲繞場而來哦。有咩感想咧？很棒的初體驗哈，學到嘅料理哦，轉移，尤其是剛才紅隊煮的那個下酒菜，非常的棒。轉移我炒飯我先認識。冇唔錯哦，今日兩組呢最接談到嘅一個口感嘅評價就係講皮膚沾到非常好食嘅，所以喺今日我看到兩組表現當中，千難能可貴嘅素材，做得一樣非常來交流。你看你好推出兩組菜，唔過又學到兩組菜，等於講係雙倍的收穫哦。係啊，來到一家之主哦，唔單唱做得展現自家福卡嘅美食哦，還做得學到別家福卡嘅美食，所以真嘅非常歡迎大家強下來報名參加哦。一家之主第二都要到畢業來搞本，也冇卡好美食哦。下禮拜再見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